聖約瑟大學6月5號喺聖十字架小堂舉行學年結束感恩彌撒，由澳門教區首牧暨聖大校監李斌生主教主禮，多位神長共祭。李主教形容彌撒係感恩嘅學校，教導人喺順境逆境中皆感恩。佢引用彌撒中眾謝詞，神父與教友嘅對答，反映出基督徒嘅職責與救恩之路，即係喺任何時候、任何地方都要向上主感恩，因為呢個係我哋嘅職責與救恩。作為信友，喺生活各種境遇中，時時處處感謝天主，活出感恩精神。主教又指出，呢種感恩唔單止係職責，更能打開心靈迎接天主恩寵。佢特別強調天主教大學喺當代世俗社會中嘅重要角色，感謝所有為聖大使命努力嘅人。李主教亦談及合一嘅3個層面：三位一體天主內嘅共融、信友與天主嘅共融，以及人與人之間嘅共融。佢表示，睇到聖大天主教同學會與其他校園團體建立聯繫，促進教會大家庭嘅合一，係一件值得鼓勵嘅事情。當日適逢聖玻尼法主教殉道紀念日，李主教亦為世界上仍受迫害嘅基督徒祈禱，並響應教宗方濟各嘅呼籲，祈求加沙與烏克蘭和平。佢亦邀請教友們繼續透過祈禱與彌撒，與全球教會合一共融。